艾克潘·帕皮塔先生为西蒙集团公司董事长，拥有丰富的高层管理工作经验，在电力能源业、房地产业、路桥建设建筑业投资超过1亿美元，完成了老挝多条战略道路的建设，创立设计公司、贸易进出口公司、万象保险公司、法律和投资顾问公司等。在艾克潘·帕皮塔先生的带领下，西蒙集团公司不断发展，取得了多方面显著的成效，得到了老挝国内外社会认可。艾克潘·帕皮塔先生因此获得了老挝国家政府颁发的优秀管理人奖、劳动奖章和劳动发展奖章，还获得了多个国际奖项。此外，艾克潘·帕皮塔先生还发展了境外业务，成立了泰国西蒙集团公司、柬埔寨西蒙集团公司。另外，在英国、澳大利亚和非洲也注册了公司。艾克潘·帕皮塔先生还是老挝联合发展银行 JDB 董事长，在他的全心带领下， JDB 发展成为拥有先进技术系统、国际标准快捷服务的银行，银行资产不断增加。艾克潘·帕皮塔先生成为 JDB 董事长后，一直致力于将 JDB 打造成东盟地区的知名银行，未来还将在柬埔寨开设分行。艾克潘·帕皮塔先生不愧为真正的开创者和管理者。